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赵少康进前推出着2号的政策，讲因这组若当选520就职了后的3个月内，要替急性病床甲特殊病床的护理师每个月增加津贴1万块。结果传出讲，有几啊个医师的内群组拢讲，第一届要甲票投予国民党。不过有医生出来澄清，讲这是假消息，讲医护人员要为着10%的健保费用的收入，都来出卖着家己的中心思想。另外，萧美琴早起一透早到新北市陪立委的候选人赖品妤的车队来扫街。这萧美琴甚至一度袂记得替家己来邮票，互全场是笑哈哈。那吴欣盈咧是到苗栗跳舞要来展现伊的亲切，而且是专程拢唠台语，甲选民来博感情。我父母都相继因为肺腺癌过世哈，那死前都住在医院里面哈，看到这些医护人员的辛苦，他们照顾这些病患哈，我就觉得说，他们实在应该得到合理的待遇了。3天前，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放出政见举拍，发出鼓励控就职后3个月内，要替急性病床和特殊病床的护理人员加薪水，10个月加1万。这个话讲出去，予医界拢伫咧讨论。台大妇产科名医徐景中伫咧辩册顶写正爆市，讲赵少康的医护政策对民进党大小配杀伤力真大，有几内医师的赖群组拢讲，这世人要第一摆投予国民党，烦恼大小的士气。不过，说起资济比廖科医师郭汉仲8月讲是要钱，因为大清朝选调总统，伊本身就是医师，嘛讲医护人员要去为着增加无够10%的健保费用收入，就来出卖家己的中心思想。拜托拜托。另外一边，林阳萧美琴嘛启动这鸟车队来到新北市市，合体共党的小战校立委候选人赖品妤。上尾一礼拜，萧美琴为北台湾起步全台湾扫街，甲乡亲搁拜托一拜。刚一直在推荐品妤，忘记讲我自己哦。但是这个我们美德配当然需要大家的支持哦。萧美琴受过多一组选，甚至袂记得替家己邮票，对手民众党输人唔输阵，下早嘛来到标条车队扫街。支持者大声发响，吴欣盈当场跳舞展现热情，民众叫握手，嘛拢袂敢拒绝。让我们义无反顾，一一岁，搁剩5天啊，大家加油哦！老台起博感情，要和在地选民有啊关系，选战拍甲真激烈，剩无几天就要投票，候选人嘛把握时间大力催票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